前列腺癌咧，而家已經係香港男士10大癌症裏邊咧排第3位㗎啦，僅次於肺癌同埋大腸癌。而最新公佈2023年嘅新症個案咧，更加係突破咗3000宗。喺近年咧，前列腺癌嘅個案咧上升嘅趨勢咧係非常之明顯，而且咧亦都有一啲年輕化嘅趨勢。一般大眾咧都會覺得前列腺癌呢個病咧可能演變得比較慢啦，未必有生命危險啦咁樣樣。其實咧，我哋都要知道咧，前列腺癌咧都係有一種唔同嘅表徵，可以係生長得緩慢，但係有部分嘅前列腺癌咧，亦都係生長得比較快。喺新症個案裏邊咧，亦都有一半以上嘅患者咧喺發現嘅時候咧，已經係屬於第3或者第4期。所以其實咧，前列腺癌呢個病咧喺本港嚟講咧係不容忽視嘅。若果係患上早期嘅前列腺癌咧，醫生咧會根據患者嘅年齡啦、身體狀況啦，同埋咧癌細胞嘅期數、活躍度咧嚟到去制定最合適患者嘅方案。喺前列腺癌嘅個案嚟講，我哋會睇佢嘅前列腺指數嘅指標啦。如果係4至10、10至20，或者係高過20，分別就會係屬於低風險、中風險或者係高風險。而喺化驗報告裏邊，如果睇到癌細胞嘅活躍度咧，我哋就睇格里森評分呢個指標。如果係格里森評分6分嘅話咧，屬於低風險癌；7分咧屬於中風險；8至10分咧就屬於高風險癌。咁醫生就會根據翻患者嘅情況同埋佢嘅身體狀況嚟到去判斷佢適合做一個全器官根治性嘅治療啊，定係可以做一啲保留呢個器官，做一個局部治療嘅方案。喺早期嘅前列腺癌，我哋會睇呢個癌細胞嘅活躍性啦。如果係屬於一個好低嘅活躍性，而癌細胞嘅量相對比較少，咁患者咧係可以選擇咧一個積極監察嘅治療方案。並唔係代表唔理會呢個癌症，而係咧我哋定期去監察呢個癌細胞有冇進展，指數有冇上升啦，癌細胞個活躍度有冇增加啦，嚟到去睇幾時咧適合做一個根治性嘅治療。但係如果發現嘅時候，癌細胞嘅量相對比較多，又或者係癌細胞嘅活躍度已經係屬於中風險或者高風險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建議咧做一個根治性嘅治療方案。而家根治嘅治療方案咧，都可以用一啲好微創嘅方式啦，或者係局部治療嘅方式啦，令到患者咧喺治療到呢個癌症嘅同時咧，係可以保存到呢個嘅生活質素啦，並唔會話影響小便功能啊、性功能啊呢一啲重要嘅功能嘅。患者咧，如果喺積極監察嘅過程裏邊啦，覺得需要做一啲嘅治療，又或者譬如癌細胞嘅量或者個位置上係適合做一個局部治療嘅方案嘅話咧，其實係可以考慮做一個局部嘅治療。局部治療咧就係以一個唔需要開刀啦，或者係用一個全器官咁樣去做一個放射治療或者電療嘅方式啦，嚟到去控制呢個癌細胞，醫好呢個病嘅同時，係可以最大咁樣保留呢個器官嘅功能嘅。咁佢要用嘅咧就係好局部咁樣針對癌細胞嘅位置，去用一啲能量擺喺呢一個範圍嚟到去做到一個控制癌細胞嘅效果。譬如比較多人熟悉嘅就係一個叫 HIFU 啦，高能量聚焦超聲波啦，咁又或者係冷凍治療啦 cryotherapy 啦，咁而亦都有一個新啲嘅做法就係一個叫做電穿孔局部消融術 IRE 呢個技術啦。IRE 咧係叫做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一個電穿孔嘅局部消融術。佢嘅原理咧就係佢唔係一個熱能，亦都唔係一個冷凍，即係佢唔係用一個溫度嚟到去殺滅癌細胞，佢係用一個電能，透過幾支嘅電極針擺咗喺包圍住一個癌細胞嘅範圍，而呢啲電極針與電極針之間咧我哋會釋放一個高電壓、低電流、短脈衝嘅一個能量。呢個能量咧可以令到呢啲癌細胞嘅細胞壁咧穿孔破壁，咁呢啲細胞穿孔破壁之後咧，令到呢啲細胞咧就會慢慢凋亡，而身體咧係會吸收翻呢一啲凋亡咗嘅物質，咁而進而咧可以控制到癌細胞嘅生長。咁呢個咧就係 IRE 嘅一個嘅治療嘅原理啦。而佢嘅好處咧就係
因為佢唔係熱能，亦都唔係冷凍，佢咧只係針對一啲嘅細胞嚟到去進行破滅，而一啲重要嘅器官，譬如講緊血管啊、神經線啊，因為咧佢哋本身唔係細胞嘅物質之餘，有其他嘅物質咧 ，ILE 咧係唔會傷及到呢一啲嘅物質，所以咧佢係可以保留到血管啊、神經啊呢一啲重要嘅組織，病人嗰個嘅康復啊，或者係對佢其他位置嘅損傷咧，就會係最低啦。電穿孔消融術嘅手術咧，其實過程咧亦都係比較簡單嘅，咁只係需要咧經過會陰嘅皮膚插入幾支嘅電極針，定準個位置就進行治療。而整個電穿孔消融術嘅電嘅過程咧，其實只係需要大概20分鐘。咁所以成個手術連埋對位啊、剩啊，咁大概咧只係需要1個鐘頭左右嘅啫。咁而患者咧通常咧喺手術後咧第2日咧已經係可以如常咁落床啊，甚至咧最早咧可以第2日咧已經拔除尿喉，可以自行去小便。咁所以咧嗰個康復嚟講，亦都係算係好快同埋比較短，比較快已經可以回復日常嘅工作或者生活嘅。咁咧並唔係所有前列腺癌嘅患者都適合做呢一個 ILE 嘅技術嘅。需要咧係呢一個前列腺癌喺一個前列腺嘅範圍咧，我哋譬如用磁力共振或者用正電子掃描咧，係照得到一個明確嘅位置，而呢個位置咧亦都係經過針刺細胞嘅檢驗，確定係屬於癌細胞嘅位置。咁咧就適合做呢一個電穿孔消融術。如果癌細胞嘅量比較多，或者係喺個成個前列腺裏邊係多位置同時間有癌細胞嘅話咧，咁就未必適合做呢一個電穿孔消融術啦。咁由於電穿孔消融術啦，呢個過程咧並唔牽涉整個器官嘅切除或者尿道嘅接駁，所以咧絕大部分嘅患者咧喺手術後嘅小便功能咧其實都係正常嘅。尿喉擺嘅時間咧由2日至1個星期不等。拔除咗尿喉之後咧，100% 嘅病人咧都係可以控制到小便，並唔會出現話失禁啊或者滴尿啊呢啲嘅情況嘅。至於性功能方面啦，頭先講過，因為呢個技術咧並唔會傷及一啲神經，超過90%嘅患者喺術後咧嗰個性功能咧都係可以維持同術前咧係一樣，而部分可能開頭弱咗嘅患者咧，亦都隨時間咧係會有改善。如果係針對一啲比較中高風險嘅患者，或者癌細胞嘅量比較多嘅患者嘅話咧，就需要考慮一個全器官嘅根治嘅治療。咁而全器官嘅根治治療方案咧，可以係一個嘅微創嘅手術啦，將整個前列腺切除啦，又或者係做一個放射治療，即係俗稱電療，就係用一個放射治療嘅方式嚟到去電前列腺嘅位置咁樣嘅。根治性嘅前列腺切除手術，而家咧係用微創機械臂輔助嘅方式嚟到去做呢個手術。主要嘅好處就係佢可以好精準咁樣進行切除同埋一個尿道嘅重建。喺前列腺嘅周邊，我哋有神經線啦、血管啦，後邊有直腸啦。用一個微創機械臂嘅方式咧，整個嘅畫面係放大咗4倍，同埋係立體。而機械臂嘅工具咧，旋轉嘅角度咧，比起我哋人手咧係仲要靈活。佢可以旋轉720度，同埋咧有7個嘅導向，所以咧喺一個盆腔比較狹窄嘅位置，都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之精準嘅手術。咁樣就會大大咁樣保留到前列腺附近嘅組織嘅一啲嘅完整性。亦都代表術後無論係小便嘅功能或者甚至性功能咧，都有機會可以保存嘅。機械臂手術其實咧已經係有一段嘅時間，但係隨住一路嘅進步咧，而家已經最新，譬如有第4代嘅機械臂啦。每一代嘅機械臂佢嘅靈活性啦，嗰個畫面嘅清晰度啦，同埋用到嘅能量嘅儀器啦，都係一路有升級進步。呢個咧亦都係對於患者嚟講一個好大嘅好處，就係手術嘅安全性咧，其實一路係提升緊嘅。醫生去做呢個手術嘅時候咧，亦都由可能起初一啲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先完成到呢個手術，而家手術嘅時間咧，亦都有機會咧，隨住呢一個技術嘅進步咧，嚟到縮短咗。咁病人嘅安全性咧，亦都更加提高咗。咁由於係個病況嘅需要，我哋需要將整個嘅前列腺去切除，
膀胱同尿道咧，我哋會直接做翻一個嘅接駁。咁而患者最緊張、最擔心嘅，當然就係做完呢一個嘅尿道接駁嘅過程，術後會唔會有一個失禁啊、排尿即係有問題啊，甚至需要孭住尿袋啊、入尿片啊呢個情況。咁但係隨住呢一個機械臂嘅手術嘅進步啦，我哋而家可以做到好精細嘅一個嘅尿道重整。咁呢個精細嘅尿道重整咧，可以完整咁保留括約肌呢一組嘅肌肉。咁患者其實喺術後第7日掹咗尿喉之後咧，其實嗰個小便控制咧亦都係保留得到嘅。咁喺手術後嘅初期，可能會有一啲所謂壓力性嘅小便嘅所謂失禁咧，係講緊當佢用力咳嘅時候或者係個肚腹用力嘅時候咧，可能會有部分嘅尿去滲出嚟，但係咧就未去到咧話要用尿片嘅情況，可能用一啲簡單嘅護墊、尿墊即係去承住一啲滴出嚟嘅尿。而呢個情況咧，亦都喺術後通常3個月至半年不等啦，慢慢咧個肌肉強化翻咧，亦都係有進步。即係話咧，隨時間咧，患者咧未必需要再用護墊，可以咧過完全正常嘅生活嘅。而性功能嗰方面咧，而家亦都我哋可以做到一啲保留雙側神經嘅一個嘅微創手術。咁如果保留到雙側嘅神經線嘅話咧，性功能咧都係可以保存。而喺術後咧，我哋亦都有一個性功能康復嘅計劃。我哋用一啲低劑量嘅血管擴張藥物作為一個輔助性嘅藥物治療。咁喺患者手術後，隨住時間佢嘅性功能咧，亦都有機會逐步恢復。放射治療咧就係用一個好似高劑量嘅 X 光射線嚟到去針對前列腺或者附近嘅組織嚟到做一個放射治療。傳統嘅放射治療咧，亦都可能要做到38次嘅治療。咁而家亦都有一啲嘅新式啲嘅治療咧，將一個電療咧係濃縮到5次，但係每一次咧用嘅電療量咧就會相對比較高，就會喺電療之前咧，我哋就先會植入一個叫做水凝膠嚟到去將前列腺同埋直腸隔開，咁嚟到去增加呢一個電療嘅安全性。至於乜嘢病人適合做放射治療咧，主要可能係一啲佢身體嘅狀況唔適合做一個嘅全身麻醉手術啦，或者以往腹部做過開過幾次刀啦，咁就唔適合再做一個微創嘅手術啦，或者身體有其他嘅長期病患令到佢未必適合可以做到手術嘅話咧，咁電療或者放射治療咧就會係一個選擇嘅方案啦。醫生會根據翻患者嘅年齡啦、健康狀況嘅評估啦，有冇一啲長期病患啦，腹部有冇做過手術啦，咁同埋最重要就係嗰個前腺癌嘅期數啦、癌細胞嘅量啦同埋位置啦，嚟到去制定一個個人化嘅治療方案，去選擇究竟係做積極監察啦、局部治療啊、全器官嘅根治性嘅切除啊，或者係放射治療嚟到去俾病人去選擇。佢呢個選擇嘅同時，亦都係根據翻患者最需要嘅情況去做一個決定。咁前列腺癌嘅患者係男性啦，咁好多時候咧，可能都唔係好敢去講自己個狀況或者係有咩憂慮咁樣樣。其實而家治療前列腺癌有咁多唔同嘅方案，而嗰個嘅準確性亦都係非常高，康復亦都係非常之好嘅時候，咁我都會鼓勵翻患者咧，將自己嘅需要啦、憂慮啦，嚟到去同身邊嘅同行者、同醫生嚟到去講清楚，讓我哋咧可以制定一個最合適嘅治療方案嘅同時咧，係可以保存到患者嘅生活質素。